檸檬磅蛋糕嘅歷史要追溯到數世紀前嘅歐洲。蒙頓係一個港口小鎮，因為盛產大量嘅新鮮檸檬，家家戶戶嘅老奶奶都會採摘一啲新鮮嘅檸檬嚟做蛋糕。而另一種說法就係淋喺蛋糕面嘅檸檬糖霜就好似老奶奶嘅白髮絲一樣，所以稱之為老奶奶檸檬蛋糕。而傳統磅蛋糕嘅名就嚟自於最初嘅配方：麵粉、奶油、蛋、糖，以1磅為單位，所以另一個名叫做磅蛋糕。如果想收聽多啲關於甜品嘅歷史，記得訂閱我嘅視頻啦！